伊头食，伊想讲要加班。我使客停车啦，就使计程车有就要加趁钱啦，过年要搞爱买物件嘛，真清楚对不？对啦，第二条。伊洗身躯的时阵，带手机啊给你。群主啊，叫车卖有，知影啦。讲到第三条，伊 FB 封锁我。伊无想加嘛，系啊，无加伊嘛，就安简单嘛。最后一条，我还没有出去洗狗。洗狗，洗狗，这叫做洗狗，带狗啊出去洗洗的。带狗出去洗洗。倒病啦。哦，带狗出去洗洗，啊要讲要买薰呐。买薰互狗食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王恰恰。大家你有话，你过来生活，大家拢真配我，是啦，是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咱全世界好朋友收看咱上高起一个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。上高有最近的节目，画山画水画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，台语有偌水，有偌好听，呀，刚才咱的有关单位已经重视着咱台语文化，咱台语的传承，唔好休息传奇哦，因为台语是有够水，可比讲哎呦多谢哦，多力哦，劳烦你出遐济力，你看我文嘛就好，是啦，介绍咱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。画山画水画玲珑，定看定学着高讲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今仔敢若有一个少年家来吼，所以一句话要甲你交代吼。哎呦，马有千里，千里眼，千里我是顺风里。我白讲，千里是影吗？无人不灵，主哇！这个马有千里之行，无人不能自往。老师，我能读对无？对啊，就是讲马就算足够走千里马，嘛是爱有人甲带头，才袂惊着路。这意思是讲，咱人呢，除了咱家己拍拼以外，命中上好是有贵人来相助。尤其是咱要做艺人的人，其实今仔迄百字啊，主要是要这查甫看的。我吗？不过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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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是阿虎。今仔是头一遍看到碰过本人。我即马伫个演个短剧，甲顺哥做伙。你有想讲家己想要做啥物会吗？我想要主持。主持。嘿，我想要做主持人。好。嘿，即马都搁咧学啦。因为连台语拢讲袂好，是要安怎做主持人咧？那主持过外场无？有，活动啊，搁有校园，足多。学校的。嘿，迄个无共款哦。嘿，较无共款。你应该去接受民间。接地气，有无？主持人你结婚的啦，生日的啦，渡祭的啦，满月的啦，出山的啦。出山敢有人要听？你空的，我即马讲的是真的呢。比如讲你让主持这个婚礼好啊，你四句连啊会晓啊。哇，四句连啊，哇，这无简单的。来老厝你甲教者，人祝福人婚礼种。今仔日来到遮阿变人。哦，这临时要四句连啊！你老师呢？因为这，哎呦，今日欢喜双门开，金银财宝一直来，新郎新娘真将财，明年财富一直来。哦，你讲阿文啊，你要试一摆哦。讲一句吗？唔对。嘿，头一句要安怎讲？袂记你啊！今日安那？今日财门双并开，
经理相门相斋门斋门，经理斋门相并开，嘿，新郎新娘做伙来，新郎新娘做伙来，新郎唔是新娘啊，新郎新娘做伙来，人客祝福，老菜菜，人客祝福老菜菜，以后再去一直来啊！以后再去一直来啊！老师是用我甲伊问伊，老师是满百个诗词啊，所以这款来平时爱看爱看爱看啦，爱学，这是甲结婚尔，啊，佫咧生囝的啦，有诶无诶入厝的啦，哇，你做逐项都诶，买，所以逐项去试看卖啊咧，有四句连爱学啦。系啊，好，要起来遐主持哦，吼吼，哎呦，钱足少的，可把劲，可把劲，有机会就好。对啦对啦，啊，未请教你本名本名，哎，我叫吴志玲，吴志玲，嘿，铃木的铃，吴志玲。当时读做铃牛，我毋听过。吴地林，哦，吴志玲，地书任务的任。哦，吴地任，你连家己的名都唔知影是要怎主持啦。哎呦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吴地林，好去啊。罗碧玲，罗碧玲啦，哎，两位罗碧玲，哎，喂，慢慢啊来，拄到你的贵人出现的时好候，就是出头天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是好，了解，谢谢碰哥。你好，碰哥你好，真久无见。真久无见。自从顶回你演牛三杯酒应台甲当，咱两个离开了一段时间咯。哇，是不是迄摆是最后一摆合作？都几摆？哎呀，做久啊。迄届就是咧演底剧嘛。哦我会记你演祝英台嘛，对不对？苦孝顺演牛三杯，对。做久啊。两个真是好笑大合，竟然我都演到流目屎，你看演技偌好。哎呦，迄摆我对你另眼相看，多谢碰哥。真正感觉你演技非常的好。但是此时此刻，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本吴。对，我是张本吴。对唔对，老师？吴，你那是3点水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应该吴啦，啊，那是玉立帮，你要读做卢。哦。所以你若3点水应该是张本吴。哎，我讲周卢嘛。哦，宋楚瑜，对对对，韩国瑜，迄拢是玉立帮。不过我看你毋是玉立帮，你是3点水呢。嘿。哎，所以共管都无共师傅。哎呦，哎，你是张本吴。张本吴是最近咧无什么代志。这几年是咧上课，上一个信念管理课。上课。哦，上课是上一个信念管理课程啊。台语。信念管理的课。哎，在哦，信念管理这什么物件？什么叫做信念管理？我解释一下。你伫公庙内底吗？信念？唔是要去美国唱。哎，要去爱出国，所以我即马一年，敢若有8个月唔伫台湾。哇！唔伫台湾是啥物件？就无伫台湾。无伫台湾。一年8个月伫美国咧上课。对，啊，甲朋友开一个空间设计公司。设计公司。空间设计公司。创啥？设计空间啊！设计别人啊，装潢设计别人。空间设计公司，对啦，袂紧招的。我了解，这公司空壳的，嘿，想尽办法设计别人。设计别人的，毋是你的厝，敢若你我的厝叫你设计去。我心厝内底空，你要装潢，找我。装潢啦，公是司就设来设对啊。计吗？对。无一定是室内啊，只要是空间，空间拢会商业的百货公司怎么讲？百货公司。百货公司你嘛有规间人设计对不对？嘿活得好赚啊！哇，生意好无？好。哇！做无用的。所以无啥咧表演啊？有啊，搁有啊，舞台剧啊，电视台语。舞台剧。舞台剧。舞台剧。
无台哦，无太掉啦。舞台剧啊，去年有拍电视剧，好好，这一出，要演啊，今年。倒一台，都是台。哎，讲无敢若是敢若这台，敢若这台什么台台？公共电视。公共是啥物件？就是讲摕做公共，公共电视。公共的尔无要演就对了。我即马巴肚都疼。我等你也要变数，见面啊！我怎么想要？我唔知上咱的节目会使做消化呢。我怎么想要去的？我做紧张的。我台语无好，无啥物机会讲台语。恁兜无人讲台语嘛？无，但是我有拍过台语的电视剧。有拍过，唔是有拍过。有拍过。有。这一出。七百回旅行。哦700回，700回愈顶。愈定啊，搁有乌雅辉。哦，三立的乌雅辉。是讲专程讲台语嘛？对。迄你都会晓。会晓。系啊。会用剧本有剧本互我都会晓。问林美照。问你袂走啦，所以你现在袂放假咧。你的好朋友啦。你是咧问阿吉仔哟？不是啦，喂，你的好朋友。林美照啦，你袂走，你袂走。剧本去请伊教我。教我，唔是教我。伊平常时讲的敢真有遐慢？系啊。真正有够慢的啦。隔壁迄火烧厝啊，无人住。啊伊咧，哎呦，火烧厝。真的。不警察。啊，甲电话用假的有无？对。滴哒哒哒哒哒哒，滴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啊，那零还是狗啊狗。滴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喂，今日消防做啥物代志？阮家火烧厝哦，地址都有，嘛你紧紧报地。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迄个婴啊，唔免来安尼。安怎呢？烧了了。讲耍已经烧了了啊！讲耍已经烧了，没来没来。够喊咩？伊足古锥的。安尼好，来考验一下台语咧吼。哎呦，今仔我要问的是12生肖。哎呦，你所用的话内底，成语内底一定要12生肖伫咧内底。但是你有可能讲到华语，有可能讲台语，随在你。哎呦，那不要紧哈，来哦，为你先啊。好，我先。我说12生肖。我讲狗死猪嘛无命。你甲老师较早会摕来。对啊，狗死猪哥嘛无命。对啊，表示上课有认真呐。咱敢没用4字的成语。4字吗？我说12生肖啊。我讲虎头抓尾。虎头抓尾。你若要讲就要讲蛇对不？虎头蛇尾。虎头蛇。普通咱是讲虎头鸟鼠尾啦，不过你限定4字啊。对啊。你就虎头蛇尾嘛，哈。我说12生肖啊。我讲富家塞威。你就狐假虎威就好啊。对，啊，唔是讲台语吗？狐狸是不12生肖，加在虎。虎哦。我说12生肖啊。随便。龙马精神。对，龙马精神高讲。 4个嘛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马到成功。马到成功啊！马到成功，那会马到成功啊！马到成功，绝对是马到成功嘛！我说12生肖嘛。我讲龙飞凤舞。对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飞龙在天。这是电视剧的名。有啊，4字啊。我给来，一部戏嘛有够红啊。对。好来，我讲12生肖嘛。我讲鸡飞狗跳。鸡飞狗跳。我说12生肖啊。我讲，我靠，人家倒换。
牛头马面，不是马面，牛头马面。牛头马面，马面。上好唔通看到这两个啦，吼。牛头，上好唔通看到，上好莫看到吼。看到我就唔伫家。对，我说12生肖啊。饲鸟鼠甲宝地，袂歹，第一成语鸟鼠，我讲12生肖啊。毛毛鸡鸡大鸡，这不是4个字啊。毛毛，好啦，我叫毛毛鸡鸡大鸡。我说12生肖啊。我讲7年大运，这不是咧拜年哦。 7年大运。生意尽量用生意，7年大运，大年那么大运。我说12生肖，我讲做牛做马啊，对啦。我讲12生肖啊，我讲一马当先啦。对，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好好成风，敢有这句？好好成风水哦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文家起舞，文家起舞，对啦。哎呀，我讲12生肖嘛。我讲大大过田花。大大过田花哦。你哪会知影这句？阮妈定定甲我讲。恁妈妈定定讲嘅。讲无啦，讲阮阿姊，迄动作伤慢啊，咧扫来扫去。大，老师有这句啊？有啊，大你话出教的，无怪啱啱遮厉害。无。大过田花。豆豆啊蛇啦。我讲12生肖嘛。我讲家犬不灵啊。家犬不灵，我讲家犬成真，家犬不灵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马马虎虎，马马虎，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调好丽山，哈？调好丽山，哈？调好丽山，哈？你若要讲个调货骊山，调好丽山，骊山，骊山，骊山，调好骊山。这个小可文言里面读的。调好骊山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羊入虎口，羊入虎口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西陵活马活虎。青龙活虎。我讲12生肖啊。大只鸡慢蹄，大只鸡慢蹄，水，会记大只鸡慢蹄，你也了解这句意思？大只鸡慢蹄就是讲伊可能成就伊后伊是先看的尔，后摆伊会变叫，了解无？了解。来，我讲12生肖嘛。我讲酸来立马酸来。你若要硬要讲台语，就变做老师断崖。这句哪无呢？这句无台语无这句吼。无这句，立马变做读文音吼，酸癌立马安尼。酸来立马。不过读起来无台语味呢。我跳过，我紧。好。我讲12生肖嘛。我讲有看家北家嘛是。对，我讲12生肖嘛。我讲经济独立，独立，是要读啥物？独立，给落来念。講咩啊？念你個你要講金雞獨立對吧？對。金雞獨立哦。聽下成功。麻煩你念一遍。經濟獨立。睇個位。金雞獨立。經濟獨立。我講12生肖嘛。我講經濟獨立。跟他講錯誒。發不出來，我講唔出來。我講12生肖嘛。我講地教不如啊。哎呦！是。我講12生肖嘛。我講狗家豬。狗家豬。對。你食掛包？不。阮阿嬷有講過一句嘿伊講若是你的生肖是豬，啊你的另外一半是狗。賣狗，啊無你即只豬會互狗安尼安尼生活會歹過。哦，你安尼大家聽到怪怪哦，講姓狗甲姓豬的，狗家豬嘛，唔通結婚的意思。不然迄是一個講嘛。古早時代安尼。還咧古早。哎，我講12生肖嘛。我講歪嘴雞食好米。歪嘴雞食好米，應該講我講雞啊。唔知就樣想到啊。攏是雞。好，你個想我係，足濟，我講12生肖啊。我講三陽開泰啊。哦，你硬哦。迄陽是太陽的陽。對啊。是嗎？是哦。我講12生肖啊。我講打草驚蛇。
无人咧惊蛇啦，这个一定是打草惊蛇。打草惊蛇。哎，念不准，来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打草惊蛇。水了，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车灵火丸。不是，不是，生龙活虎，车灵瓦后。我讲过啊。你讲过啊？我讲过啊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，咩偷看？伊无换第一张。无咱安尼好啊吼。跳过。咱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地高不如，地高不如。哦，是讲哦。过吗？地高不如。我有讲过。讲过啊，讲过。我跟咱牛啦。哦，牛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惊某大丈夫，怕某地高牛。大丈夫。大丈夫，怕某地高牛。我讲12生肖啊。我讲脚头有3颗，脚头。头。哦，你要讲狡兔3窟哦。对啦。香港头啊叫做台语，你也要台语无啊？你也要读文变焦头三窟安尼？焦头3窟。嘿啊，我跟牛啦，牛啦，睡着啊啦。搁一条刀。我讲12生肖。我一条啊！哦，来，我想看卖啊。无啊，无他看。牛，虎，兔，龙，蛇，马，羊，猴，鸡，鸡，鸡啥？鸡，草莓啊，人鸡讲鸡讲皮包跳。草莓人鸡讲皮包跳。使吗？可以啊。对啦，有啦哦。你安尼反应算袂歹。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大鼻孔派出所专门咧处理疑难杂症。一天呢，派出所又会发生什么奇怪的案件呢？咱来做伙甲伊办案落去。呼呼。最近技巧弄遐歹啦。对啊，组长我你做拼命的压力真正足大无啦，其实安尼嘛啦。是好代志啊，安尼就平安的啊，对无？根本冻袂掉啊！我到你坐到这个位了，对啊，拜托，较顶真的哦。这是什么所啊？我安尼去外口行入来，无人看到，规间派出所叫人搬，你嘛唔知。我去倒地。我帮你车，我家己校长。我拄则去警政署开会，我去警政署长甲我顶到无一块着。哎呦，警政署长甲讲，潘所长啊，你嘛徛起报看卖。恁最近破啥物案件？我迄落我应袂出来。无案件我喊的啊。谁让你出来？你讲，你最近破啥案件？迄巷仔口迄三金婆讲伊饲的迄只狗某有心嘛，走来报案。对啊，伊狗某有心，我哪知影对只狗？你还去10只狗讲迄个验滴安尼哦？安尼开出侪钱咧，咱无啥不是对啊，咱做警察就是为民服务。是啦。民众若有啥物款的困难，伊只狗某反正人买来是小命命，伊向出去去互欺负去，当然甲因查囝去互欺负去共款嘛。你都要替伊主持讲，你变伊的，你变伊的。我甲做笔录啦，我甲做笔录。狗会做笔录，狗会写字，狗会印的。伊有写，我读互你听好无？伊讲。伊讲完我就听有啦。有啦，我嘛。安尼啊。伊讲啥？你讲啥？唔捌嘢，就是讲我无辜的。对啦，对啦。无啦，我甲你讲，为什么我决定啊？哪有人来报案，是我亲身办案。安尼哦。要互恁看卖，什么叫做办案的规定，什么叫做正确的办案，了解无？是，好合适，咱好合适。好，慢生气啦。哎呦，最近咱拢无人犯罪。我真无爱相信的，你来，来，小姐，你安尼暴力，安尼这现行员，我使甲你扣起呢。无啦，警察大人，我甲你讲，你日本时代你叫我代言，我你故意2、9工，你叫我代言。啦，先生，先生，我甲你讲，
我翁伊头食，头恁架翁，对，你煮菜的时阵，你翁你一个头家，你是感情嘛？不要紧啦，唔是啦，伊头食啦。伊讲我外口有查某啦，对啦。我别讲啊，我吓死。来，这款案件足普通的啦。对，阮那有普通唔是，阮定拄着报案讲要掠狗，要掠干要安怎？这款真简单，你会使讲伊去倒位啊？你爱回动来报案，回动阮警方，啊，你要摕到锁匙，入去了，开啪，互因袂付，互因，哎呦，这是证据。禁锢。而且，嗱，我甲你讲哦，即摆新规定是安尼哦，哎，无穿衫做无成立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迄个爱有接触掉咧，哎，这是有证据。哦，红花，哎，接触掉的听有吼，我莫讲伤清楚。哎，好，好，我无爱管你啊。嗯，我有证据，你爱证据是毋是？我有证据。有啊，这是的我。本所当时有这个榜项，我两个。哇，你是倒位摕出来，你小叮当的啊！伊甲你赶来的伊拄啦。则先行来的啦。外语五大罪状，第一，雄雄讲要加班，加班你查甫人形容话要加班，喂加班，即摆迄个一例一休，迄是加班是足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对啊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哪有啥？迄就是因为阮某对无？嗯伊上爱买物件，用手机买物件，开太侪钱啊，对无？啊，厝内就无钱啊，我是毋是要爱出去塞客零车，啊兼咧做，对无？就安尼简单尔，诶，兼咧做，毋是兼咧做。兼咧做，只是无法某知影尔。啊，你个话，恁翁才甘心为着你要钱。无啦，啊，佮有第二条，第二条，你看，洗身躯擦炸手机啊，你去，你是无杀文用手机啊入去？就是我有一小可仔影片要看，毋是啦，我头拄有讲嘛，有塞客零车对无？啊，是毋是有群主？啊，有人要叫车对无？莫互我某知影，是毋是带手机啊去便所内底，洗身躯去看，啊有工作通我做，好等下我随来吼，安尼我就出门。我甲你讲，你的行为安尼是无毋对，但是手机啊炸入去，已经还是偌危险。你毋拄啊落咧马桶，有麻烦。对啊佮。再讲，你即摆手机啊，我咧甲迄用迄个指纹有无？嘿，指纹，你手淡淡迄是袂开的呢。嘿，好，迄阮某一摆，啊不，伊这就是讲伊就该睡啊嘛。无啦，佮有啊，佮有。我是感觉这无啥物问题啦，手对啊机啊有当惊讲生理叫闹搞去安尼好，尔嘛。不要紧，啊，佮有第三条第三条， ，FB 红色我。哦，这你唔对，这绝对你唔对。你讲这绝对是啊，误会。平常时啊，你联络方式真正除了手机啊，除了啊，做讲有当时你无用咧开车袂安那以外 ，FB 共封锁代表你无爱认你这个无。我这绝对。这个解释个下，下各位大人啊，这绝对误会。因为各位大人，这是日本时代就，如果你各位大人，还是古早时代，你就好玩咯，你要结个性玩啊。是安尼，因为咧，我自头到尾唔捌教过伊，所以根本就无封锁的代志。哎，了解无？安尼你有代志啊？啊，你想怪教伊？我哪啊无呢？伊无我 FB，系啊，伊有教我，咁对，安尼唔对。对嘛？你两个讲好，等于你教伊，你教，唔係你教伊，你教你教好勢就好啊。我即摆教教啦。哦，即摆教教就好啊嘛，哎，那有啥对不？你讲啊？是啦。啊，无我先加恁某啦。你到位。我叫你买，你叫我掉无代志哎，无代志啦过。来过来，好，伊内裤伊家己洗，有問題，有问题嘛外？国家己这有嫌伊最大的。這點講袂過，哎，這一定有問題。对啊，内裤甲你说，讲起来就歹势啦，因为我有迄内地，你知无？内地的老伙，老会。啊，我惊阮某会烦恼，对无？所以我有病，我有疼，我都家己承担，感对无？動感動。哎呦，做原因啊，这啦，这原因。老伙家己洗，哦这位太太，我甲你解说一下，查甫人有当时鏡頭吼，家己了解，無愛有冇煩惱。是啦，伊若捌火伫遐，毋講誒，阮翁哪有火點？喂，我會管，所以伊會無有你煩惱，伊的火就家己洗掉啦。敢是？這無代志，無代志，無代志。啊，佮有最後一條，嘿，伊半暝哦出去洗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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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咧洗狗，
带狗啊出去洗洗的，带狗出去洗洗。倒饼啦，哦，带狗出去洗洗，啊，讲要买薰呐。买薰互狗食。我唔知是狗食。你安尼虐待动物哦，违反动物保护法。无啦，我是家己食啦，毋是互狗食啦。恁某意思我了解，就是讲你可能你的迄个什么小3、小4、小5，可能住你咧厝附近安尼啊，所以你狗拖咧出去，对不对？有嫌疑。然后迄狗甲绑咧厝骹压去，就安尼，是不是？无啦，这一点记录清楚。我逐摆吼出去带狗出去洗洗吼，甲买薰，上侪嘛无5分钟安尼啊。5分钟会当送啥？下个5分钟安尼我知影啦。你身体无介好。阮上少嘛要点钟啦，5分钟实在是无啥物。你某想要甲你讲这条罪名，你是要哪解？我就家己找时间对无？因为我惊伊无闲，我来替伊分担诶厝内的代志对无？分担厝内的代志，就安尼尔嘛对无？我家己找时间带狗出去洗洗。啊，我家己嘛放松一下安尼。我了解啦，有的狗啊吼，有的狗按伊的路线固定的嘛，啊起来骹夹一个，安尼地盘的概念，洗，所以暗时啊有阵狗啊拢去洗。这位太太，无啥，日5点拢都无法度成立。啊，想这啦。嘿，我是感觉恁翁仔某吼拖转去啦，恁翁仔某感情应该是算袂歹，吼，无啥物代志啦。嘛，恁这真正是叫做。无挂人头尾，个第2句俗语吃了。奇怪，最近哪拢无人犯罪？有歹看法。我才唔爱想。你安尼，查甫人你安去咱得现行犯，爱个掠起来。警察大人。免这代言日本时代哦。警察先生，我啱。伊偷食，哪有啥物要紧？你冰箱内底物件，你安尼两个白条对啊，你讲我有查某啦，房摕起来啦，我知啦，证据啦，证据才摕起来。有得证据啦，我看嘛，迄条毋是安尼嘛，哎呦喂啊！第一条，伊像讲要加班，我使客停车啦。就使计程车有得要加趁钱嘛，过年要搞爱买物件嘛，清清楚对无？对啦，第二条，伊洗身躯的时阵，带手机啊个群主啊，叫车袂付，知影嘛？啊，讲到第三条，伊 FB 封锁，伊无相加嘛，无加伊嘛，简单嘛，伊无你的代志，你写好就好啦。啊，到第四条，伊内裤家己洗，有地撑啦，地条会嘛。啊，到第5条，最后一条，半暝出去。5分钟尔，5分钟你要算一下，狗啊，我袂晓啊，拍电时间都无够啊，5分钟，替你分担出来这代志，哦，恁两个真正是吼，无鬼怪，为了无鬼怪家神，好拍破苦嘞，我来啊，这翁仔某的情形，因某一直怀疑因翁，讲伊掠着因翁外口有查某的证据。按这个情形讲，第一句叫做无挂人头尾，一定无人跳舞的啦。无挂人头尾，一人较早尾啊有咧挂迄落。哦，无人的尾啦。第二句叫做无鬼怪家神，这句就较深嘛。来，神。这个翁仔某的情形，是某这情形，选第一句请举手。无挂人头尾吧？无挂人头尾。来，双兄来这边。是3对3。来，所以恁三个是选无鬼怪家神，是安怎？伊无做迄个代志啊，我就怪伊。其实伊无做唔对代志。是疑神疑鬼啦。嘿，明明都无代志，啊，家己咧伫遐想，啊，想到就危险安尼。冇迄个道理哦。答案是对些，老师。第一句吼，无挂人头尾，伊迄拢是用竹仔做的，较大骹咱叫笨色人，啊，若放猪的较细骹，迄叫猪人，所以因为这是啊，咱以前讲的迄个无挂牛喙암共款，咧牛尾吼，你若无甲喙甲箍的吼，黑白只黑白行，所以无挂人头尾就是甲以前讲话共款，就是讲话吼，拢黑白讲，物件拢蓝三只。所以变做较无规矩安尼啦，无挂人头尾就是
黑白讲话，迄支嘴拢管袂调，黑白食物件。啊，若讲无鬼怪家神呢，咱是讲啊啦，神唔通无信，嘛毋通真信。所以有时拄着不如意的代志，咱爱想啊清楚，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啦。啊，唔通吼，念是讲啊，敢是歹命咧创治，还是心灵无保庇，啊，拢着头主任讲的。疑神疑鬼安尼啦，超市要看这蛇安尼啦，所以若这样咧看起，应该是这位太太吼疑神疑鬼啦，所以答案应该是无鬼怪家神。你解释了真好，啊嘛了解这两句意思是啥物款，所以对唔对不要紧，了解就好。好，来拍破鼓励。临时说文真出力。这首《田园》咱来感谢作者这个郑吉俊老师所写，这真简单来看，咱是田园。有人讲田园，田园，那么田园，就是清田啦。Hello， 张小姐，你敢要读一遍阮电话嘛？好啊，你无介意的话，好。你想要听的，我会因讲。我你小卡老师教记教。好，细食肥人鸡，细做真古水，头圆圆，尾直直，六只脚，两对衣，水面写字唔免试，很写很消息，得记世界排第一。啥意思就好啦吼，无啥子无要紧，大家其实嘛真好听。对，做伙念好不好？来听听。咱来想一下，这田园伫咧飞，伫咧水面咱点，哪念啊？来，进2、3、4。细只肥人鸡，细做真古水，头圆圆，尾直直，六只脚，两对膝，水面写字唔免试，现写现消息。得记世界排第一。谢谢，感谢，后回请继续收看《画山画水画人咯》。今仔日讲的台语哦，应该是我一年会讲的台语，遮尔济啊，有真侪好笑的所在，请大家见谅。希望大家会欢喜，多谢大家。今日真欢喜来到这录节目，嘛希望以后会当常常来，甲大家做伙学台语，嘛希望观众朋友会当常常收看这个节目，这是一个好的节目。好，咱后届再见面哦，拜拜。